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当有骑车也是开车的人，当开到无熟的所在的时阵，也是无清楚的所在，就有可能会开溜去死巷内底，也是无注意的时阵，无看见路标，最后咱就爱回头来开出去。 今日咱所读的经文中，以色列百姓也是面对着这款的情况。当咱来看出埃及记14章第2节的历史背景来看的时阵，咱会使知影，上帝吩咐摩西将以色列百姓扎营伫米东甲海的中间。伫第3节的经文中，会人看到。 伫对说，以色列百姓会发到为着因受困，伫旷野来世无路，一直困伫旷野中间的时，来感觉欢喜。米东这个所在也称作关塔，这个所在是一个天然的要塞，对战争来讲。 这是一个真简单来防守的所在，总是迄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所面对的是后面有埃及甲法老王的军队来对杀因，头前所面对的就是红海，后面所面对的是山，会人讲是前无步，退无路。 因所面对的，等于是困伫迄个中间，但等于是四面楚歌的状况。总是摩西甲以色列百姓，却会人通过对上帝的信心来过往红海。所以，什么是摩西甲以色列百姓会人经过红海的迄种信心呢？ 第一个就是安静徛伫主的面前。以色列百姓受困伫旷野的时阵，阁听见法老王带领伊的军队来对杀因的消息，的时，因就亲像受歌的秧歌一般，所以因有啥物反应？出埃及记14章第10节有讲，法老。 上我的是以色列人也捌看埃及人入我来，就真惊，后叫耶和华。对安尼来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心真惊吓。后一早的经文也指出，因出埃及所遇到的困难的时，所会产生惊吓的心的时。 就会对摩西来拜讲，要是埃及无强力，你甲带阮出来死伫旷野吗？你写书安尼款待阮，带阮出埃及，因就是安尼来拜阮因的领袖摩西甲上帝。亲爱的兄弟，上帝伫即时透过摩西，互以色列百姓。 所用的第一个方法是啥物货？摩西就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毋免惊，做恁徛伫看耶和华今仔日为着恁所要行的拯救，因为恁今日所看见的埃及人，的确永远无搁看见。 耶和华要为恁交战，做恁点点无做声。伫即段的经文当中，会人看到两个重复的所在，就是只有徛咧，只有点点，爱安静徛伫主的面前。当然，遇到危险的时阵。
就会表现出惊吓的心，因为就是要脱离危险。总是通常咱若惊吓，也只有互迄个面对的代志来感觉更加复杂。就亲像袂晓游泳的人，踏落水，为着要活命，伊着拼命来掠着物件一样，总是愈要掠着物件，愈袂停落去。游泳的教练会甲咱讲，伫即款的状况之下，就爱放轻松，安尼，互咱的身躯会慢慢啊安定。亲爱的兄弟，即款点点安静的方法，伫早前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上帝就教因安尼来做。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咱观察身心灵还袂成熟的小朋友的时阵，就会咱看到因的特色就是无安定。属灵的状况也是一样。伫遇到困难的时阵，就该知影，咱爱安静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佮安尼去行的人，就是灵命成熟的人。即种的安静，无代表啥物代志拢无去做。灵命内底会人安静，会人帮助咱。安静，咱家己，通互上帝帮助咱的心，搁一摆醒起来，是互咱学习信靠上帝的训练。信心的前辈，为虾米要互咱每一个人、每一日拢爱安静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读上帝的话，甲来祈祷。不只是要亲君子，也是互咱放落一天的重担，互灵魂来休困。上帝爱以色列百姓所经历的生业，毋是每一届拢拗叫上帝。上帝爱互因合适的是，定定徛伫即位掌管历史的主人的面前。咱也是同款。当咱遇到问题无办法解决的时阵，咱爱共同来学习，先莫去叫别人来帮咱，是爱先来到上帝的面前，先定定，毋通开喙，爱拍开咱心内迄个门，也无爱去看迄个复杂的状况，是爱先仰望上帝，伫即个代志顶面的背后。上帝已经伫咱的心上来行神业。第二，听上帝的声音。以色列百姓在过红海以前所学习的功课，就是点点安静，无开喙。为虾米会安尼？爱安尼做，并毋是只有简单的干那休困尔尔，是因为咱当咱安静的时阵，咱通会人听见上帝的声音，才会人听见上帝要对咱每一个人所讲的话。但是咱的心只有专心伫咱要所做的代志的顶面，上帝只有看到做代志的咱，因为伊无帮助咱的机会。咱若是无停止对上帝直直讲话，上帝只是在听咱每一个人所讲的话尔，也无办法对咱来讲话。兄弟姊妹，咱是毋是爱开始互上帝有时间来听上帝的话？就是相信只有咱的上帝，才有拥有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所以，咱监管不应该是听伊对天来的声音吗？罗马书第
章第17章讲，安尼神是出伫听，听是对基督的言语。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所讲是啥物话啊？爱用看见上帝的救恩，并且讲耶和华上帝为着因来见证，这是偌大的安慰。当因听见上帝的话的声音的时阵，并且阁得到新的开了，袂去哩绝望，并且定心阁徛徛，咱也会使透过圣经来听上帝的声音，也会人念念安静的时，听见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所讲的话。有一本册叫做《聆听的祷告》，作者是利安佩恩。伫册中内底伊分享伊甲几个朋友安静的时阵，开始听见上帝的声音，经历诚侪对上帝来的话。当因开始学习训练安静落来，来听上帝声音无偌久了后，有一个朋友去买物件的时阵，伊要结算的时阵，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对伊来讲：“等一下，去社园迄个所在。”伊的朋友就停落来，问讲：“主，是你对我讲话吗？”伊听到的回答是是。伊听见回答了后，就行去上路尾迄个柜台去算钱。当伊行到最后时阵，就听见枪声，结果有一个人就倒伫伊原本要结算的迄个柜台的中。上帝每一天也会对咱每一个人来讲话，只是咱因为无专心，才会听袂见上帝对咱的讲话。上帝现在也要为着备办好的人来讲话，靠着信心，咱就会人听见上帝的声。伫去年的6月份的时阵，当我去参加传道师的训练的时阵，迄当时我真惊，亲像以色列百姓同款，毋知影我头前的路要怎样行，因为我毋知影我要去倒一间教会来侍奉上帝。当训练的时阵，有一个牧师希望阮每一个人会人安静心，将目睭闭起来，安静20分钟。我就安尼对着牧师所讲的，我就闭目睭安静20分钟。当我的心慢慢安静的时阵，向上帝祈祷了后，上帝互我看到一个真清楚的一幅图。头前是真悬的山，来日头慢慢啊出来。当日头完全出来了后，这个图片就无看去。迄当时，我相信上帝已经为我来开路，随往要去的所在毋知影，可是我相信上帝已经为我备办我所要去的所在。当我毋知这个意思的时阵，当我来到秀水教会开始牧会了后，有一天起床，当我来到我的夜间的时阵，看到东边的时阵，我发现上帝已经伫我要去以前，就互我看到这个图。
这就是上帝迄当时，互我听见的声音，互我看见的声是一样。第三，就爱顺服上帝来向前行。听见上帝声音是代表啥物货？讲讲只有安静坐咧，伫伊的面前尔来听伊的声吗？但是当咱听到上帝声音，接续就是爱遵照伊所讲的指示来行。出埃及记14章15节内底有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讲：“你写书后叫我，你着甲以色列人进前去。”上帝爱以色列百姓向前行，可是红海就是因头前无路通行。上帝爱互以色列百姓知影，毋是红海分开了后才向前行，是爱因确信甲相信红海会分开，才会叫因向前行。伫后壁的圣经有讲到，上帝爱摩西将伊手中的管仔出入大海，迄个伸出的手就是信心的手，也就是顺服的手，就是爱以信心来顺服上帝，来向前行。伫哥林汉牧师的报道团中，有一个姊妹分享伊的见证讲，因为我看袂见，所以行路的时阵，有真侪人来帮助我。帮我的人通常会对我讲，头前有啥物物件，头前亲像头前有楼梯，也是有空，也是头前有人等等。总是要有人会甲我讲，我头前1公里，也是100公里，有啥物物件。当我相信并且照着帮助的人会行的时阵，就会安然会到伫我所要行的所在。信仰的生活也是安尼，虽然毋知影咱头前10年也是偌久的时间，总是当咱相信有主会引带顺服，一步一步地行落去，就会去发觉，咱其实已经经过红海甲旷野，已经来到应允的地。亲爱的兄弟姊妹，你现在是徛伫红海头前吗？也是感觉亲像伫旷野中找无路吗？安尼就爱安静心来到主的面前，咱做伙来学习，将一切的重担放伫伊的面前，并且安静听上帝的声音。当伊讲话了后，虽讲头前亲像红海，看遐真宽真大，搁亲像无办法过去，请咱爱有信心跨出第一步。当咱顺服踏出第一步了后，无久，上帝就会将大风吹起来，将红海分开，中央会出现一条路，并且大水也会将后面对来的埃及的军队全部淹没，咱就会使做伙一边学乐，一边行往应允的地，三个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互阮知影，阮就爱安静徛伫主你的面前，互阮知影，阮爱安怎来听见伊的声音。阮不只是爱听你的声音尔定，阮阁爱照你所互阮的旨意来行，互阮成做你的百姓。
求主你搁一届，互阮有安尼信心，有安尼的能力来跑走你互阮所要行的道路。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来求，阿门。